老爷，奴婢服侍您喝茶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喝什么茶呀？你快下去，快下去，别闹！老爷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老爷，您想妾身啊？你再不下去，我对你不客气了啊！老爷，你千万别客气。老爷，妾身心里乱糟糟的，你使点劲儿抱我。不是，你再这样，夫人回来看你该不高兴了。夫君，你别抽了，弄得人家胸口闷闷的。那你快下去，你帮我揉揉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还要看你配的药呢。我就想这样。哎呦，一会儿夫人回来看你该生气了。妾身不怕，那你就打我，替她出气。你再不下去你就危险了啊！我是绝对不会对你负责任的。反正也是同夫君拜过天地的，妾身不怕。哎呀，你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成滚刀肉了！你这个小身板根本经不起老爷我折腾。经不经得起折腾，也要试过才知道啊。夫君，是你不敢折腾吧？你还敢质疑老爷我的能力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再不下去，一会儿夫人回来真的要发火了。你弄得我一身都是你的味儿，回去我还得洗澡。在老爷怀里舒服。你是舒服了，弄得我上不上下不下的，很不舒服。这小姑娘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呢？你不能太主动，你太主动，将来这样这是要吃亏的呀！你不能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给我下去！你再这样，我真的要把持不住了！哎呀，你下去！好，很好。要是这药磨得再细一点就更好。哎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今天玩的可好啊！哟，这姑娘今儿是怎么了？小脸红扑扑的。嗨，这丫头刚才活可没少干，累得呼呼冒汗。那夫君跟小公爷玩的可好啊？哦，儿女，先回去吧，今天也累得够呛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我跟夫人好好聊聊。这丫头，夫人，喝点水吧。夫君对那丫头还挺上心的，要不明天我找个人给她看脸。喝点吧。儿女，哎，还叫顺嘴了，人家都在陈家庄呢。看来今夜本侯爷就要独守空房啊！作死啊你！吓死我，你好改嫁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抽你？夫人没回来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哎，在装？信不信我再抽你？夫人说，老爷今天没人服侍，让我先回来。走。都是妾身不好，让你独守空房。干嘛？里边先不更，洗完澡再说。手，摸哪儿呢？夫人说要过2天才回来，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。我今天又是赶路，又是应酬，又是训练的，累得我腰酸背疼的。你给我摁。好的，夫君。好好说话，好好的学人家干嘛？夫君不是喜欢夫人的样子吗？妾身在学习呀。夫君你不喜欢吗？我当然不喜欢。平时好好的，改什么风格，跟什么风啊你？那妾身又不讨夫君喜欢，当然要学别人的样子喽。谁说我不喜欢了？你先跟我说说，你跟陈家商量的怎么样了？花露水的事我都交给你了，你可别马虎。还学会耍脾气了是吧？哎呀，要说喜欢呐，
老爷我最喜欢你了，快给我讲讲合作的事儿啊，乖。不一样的，妾身要的是夫人那一种，夫人是哪种啊？就是那一种。哎呀，胡闹，不说算。哎，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不嘛，夫人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。夫君，妾身还没跟您说花露水的事。哎呀，要说你就好好说吧，你这样腻在我身上，我没法思考了。夫君，你不知道，你一走，陈家就改了条件，他们欺负我监视上。什么？你没跟夫人说吗？夫人不管吗？夫君，你别生气，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咱们上床上慢慢说。二女应该到家了，也不知道和夫君睡了没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你快说，我没死，还有人敢欺负我们家的人？哎，你快说，陈家到底怎么欺负咱们了？陈家怎么妾身了呀？妾身听不明白，那不都是夫君跟他们说好的吗？妈的，被这丫头算计了，敢骗我上床，这是诱奸。夫君，你看妾身新绣的牡丹花，好不好看？哎，我去，别闹了！你再过来，我抽你了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洗脚了吗？臭臭的，你去洗洗去。臭臭的吗？夫君的心跳得好快呀！二女，你给我正经点。你今年快15了吧？你明天去把抓髻挽了吧，跟夫人弄成一样。夫君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真抽你。就给你个名分吧，明天你把衣裳、发髻都换了，今晚就睡这儿吧，不许胡闹。再胡闹我可真生气了。那夫君不是说给妾身名分吗？名分可以给你，实际的现在还不能给。你才多大呀？我这是保护你、爱护你，万一你不小心怀孕了，再弄个一尸两命，我多伤心啊！你再好好长几年，好好发育发育再说，明白吗？那妾身明天还换不换装束啊？换吧，折腾这么半天，总得给你个说法。以后不许这样了啊，弄得俩人都难受。夫人那边你别管了，我去解释吧。夫君。哎，你怎么又来？哎呀，哎，好了，你给我好好的躺在这边，把被盖好，不许乱动了啊！夫人不在，你们就敢偷懒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快给我撤！哦，是，夫君，他们做的不够好，妾身去厨房监督他们重做。这个丫头片子连这个都知道，学的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。看来她已经把禽兽这个称号死死的扣在我的头上。走。子豪兄，你发明的那个足球啊，爷爷很是欣赏啊。他跟同僚们一块商议，要将此球大批量生产，从今往后，无论大小赛事，皆用子豪兄所发明的足球。子豪兄此举真的是功莫大焉呐！哎，过奖了。啊，你还傻站着干嘛呢？去给我们俩煎壶茶吧，去吧。是夫君。啊。收房了，不用你管，说正事。也好，说正事。妈的，这屎盆子是摘不下来了。那明日一战，子豪兄可有打算呢？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咱们不无胜算。
真有胜算啊！真的呀。关键是我们要把握好战术战略。从你给我昨天的那个资料上来看，分析了一下，番禺队有几个技术体能都特别出色的核心球员，而他们的战术就是根据这几位球员来定制的。番禺队今年一共输了6场比赛，其中3场是因为防守型球员乌索缺席，还有连输了2场是因为攻击型球员苏宁缺席。还有一场输的最惨的，净输别人6个球啊，是因为苏宁和乌索全都缺席。所以，你明白这其中的玄妙了吗？团队意识差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，一定要尽快纠正才行。还有，明天的推演，就是为了让那些球员能在球场上懂得各司其职，这样才能发挥我们团队最大的凝聚力。我说你且慢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需要些时日来消化。明天就比赛了，咱们聊点实际的吧。哎呀，这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懂得临时抱佛脚了。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。你还记得那天球场上训练球员们打起来的事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不是揭短，是就事论事。哦，哎，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比现在我是踢人的人，你现在就是那个挨踢的啊。疼不疼？没感觉。没感觉怎么行呢？那我该怎么办吧？这样换过来，你踢我。哦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我腿断了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我没使劲啊！你不行，夫君，我站不起来了。哎呀！夫君怎么了？哎，好了，别打了。你作死啊！这个叫假摔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场上裁判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作何判断？他肯定是先把那个踢人的把他罚下场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像一个英雄般的站起来，返回赛场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像英雄一般的站起来，像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。这其中的表演，就要靠你自己揣摩了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衰10年交啊！多谢子豪兄赐教，我这就传授给兄弟们啊。好玩吗？想看球吗？明天带你去。夫君，哎呀，好了，松开，不然抽你了啊！夫君，夫人，真是想杀为夫了。你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？怎么提前了？妾身放心不下夫君，所以提前回来啦。怎么一身的酒气啊？快进去换身衣裳。哎，夫人操心了。今天我的球队赢了，成老国公请我们喝酒，就多喝了几杯。可是夫君不是随球队比赛吗？怎么二女也跟着去了？啊，今天是我执教的球队的首场比赛，我看他在家待着怪可怜的，就带他一块儿去了吧。你下去吧，我跟夫君有事商量，不用伺候了。如今这丫头怕是不能再当丫鬟使了吧？明天我给夫君再新找几个来。哎呀，咋不能使唤呢？今天无非就是给他换了件衣裳，夫人多心了啊。妾身可没多心，怕是夫君有什么心了吧？没有，真的就是件衣裳的事儿。好了，我给夫人赔罪了。赔什么罪啊？二女是妾身让她回来的，这事儿我早料到了。唉，
明天我再多找几个丫头过来，给她也备一个吧。啥意思？她的意思是说，不想后宅再来丫鬟。这丫头从小跟着妾身长大，别看她平时不说话，一副傻模样，这心里面啊贼精贼精的。她的意思啊，妾身全都知道，夫君别被她蒙了。我刚还跟夫君商量呢，如今啊，怕是不能再使唤你了。明天我去多挑几个丫头来，给你也备一个。不找丫鬟怎么办？难道还使唤你？这不合情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找几个丫鬟住在倒座房，有什么事儿喊她进来？就你鬼心眼多，我也嫌人多了烦，怕丫鬟们起坏心。二女啊，你快去烧水吧。啊，我洗完澡好睡觉了。你别睡，我有话问你。哎呀，有什么话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别睡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不起，起来，起来！夫君，夫君昨晚没碰二女吗？你咋知道？这还瞒得了妾身？夫君刚才的表现，全都告诉妾身了。那就请看我再一次的表现吧。